覺唔覺得有時越急，金錢係越難得到㗎？無論你做幾多豐盛嘅 meditation， 幾多肯定句嘅練習，上幾多課堂，原來都比不上你用呢支筆，你相信呢支筆就可以幫你簽到單，或者你着呢件衫就會吸引好運，你戴呢條手鏈就會幫你擋開一切厄運。原來金錢係需要指令嘅，如果你唔落呢個指令呢，佢就唔知去咗邊㗎喇。又或者你覺得佢控制唔到，佢就不能夠成為你所有物，不能成為你嘅財產，佢就唔知去邊㗎喎。嗱，咁你係時候掌握返對金錢嘅權力。有時啲嘢係相信先會實現嘅，你相信講未來先會實現，不如你相信你可以重新對呢個金錢有呢個控制權咯。等緊你上堂啊！